咁啊，慢慢發展咯。咁而我哋會見到啦，個廟宇作為一個嘅潮州嘅廟宇裏邊，當然佢哋個天地父母一樣，佢哋一個好重要嘅信仰啦。咁所以喺當天裏邊又有個天地父母啦，咁樣。咁而依間廟裏邊嘅功能咧，唔單止淨係我哋講緊作為盂蘭勝會請神嘅用途咁簡單，佢更加成為一個好重要嘅社區功能嘅。佢變成一個開會嘅地方，成為鹿尾村佢哋開會嘅地方喎。你會見到，即係喺個神面前喺度開會。嗱，呢個亦係我哋見到中國人嘅一個好傳統嘅一個嘅即係信仰嘅處理，就係咧，佢既有宗教嗰部分，亦有社會嘅部分。間廟可一來拜嘅，二來咧係處理一啲嘅即係地方嘅問題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啦，佢哋會開會啦。咁但係去到隨住嗰個間廟咧話80年代落成，咁慢慢咧又覺得即係日久失修啦，慢慢有啲地方咧又漏水啊啲地方啦，咁佢哋決定咧要重修嗰個嘅廟宇。咁而佢哋嗰個廟宇裏邊咧，就將嗰個廟咧就決定咗咧，今次咧就唔係普通地去即係重修啦咁而係咧將個廟咧係將佢用咗一啲嘅請一啲嘅潮州嘅一啲工匠嚟到香港去重新咧去修建呢間廟宇咁喺修建嘅過程裏邊咧，佢哋就會請嗰個嘅即係關大德啦嗰啲咁樣，咁會請出嗰個嘅即係神像啦嗰個咁樣係啦。咁而佢哋經歷咗啱啱佢哋去重修嘅時候咧，大家會知啦，由佢哋18年開始構思要做，到落實去做嘅時候咧，就面對咗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啦，就係疫情嘅爆發，咁令到嗰個嘅廟宇咧，即係嗰個工程咧係停頓咗嘅，係去到差唔多即係2023年嘅時候咧，佢哋先再復工，慢慢咧去再重修翻嗰間廟咁去到24年咧正式開光咁而佢哋咧亦將嗰個嘅活動咧分成兩部分，一個咧就好宗教性嘅，一個咧就好禮儀性質嘅，就係佢會有一個嘅開光儀式，另外有一個咧就係一個嘅揭幕儀式咁樣。咁當日咧就佢特別請咗即係潮州嘅一啲經師咧過嚟咧去做嗰個嘅開光儀式咁樣。咁裏邊咧會有一啲嘅即係儀式啦，咁包括用啲12色嘅花水去抹個金身啦。咁你哋會見到佢哋個塑像咧係用咗關帝嘅用個關帝咁嘅模樣嘅神像嘅咁樣。咁而佢哋嗰個嘅儀式上邊咧，當然啦要開光啦。咁由嗰個嘅即係經師將佢用朱砂為嗰個嘅神像開光咁樣。咁而到第二日啦，夜晚嘅時候咧，佢哋就即係做嗰個儀式啦，就開光儀式。第二朝咧，佢就請晒西貢區嘅所有啲唔同嘅人咧，都過嚟咧嚟見證呢個揭幕嘅典禮咁非常之盛大。當日非常之盛大，好多嘅當然啦，裏邊有好多係即係潮州嘅鄉里，唔單止講緊西貢區，好多其他地區嘅潮州嘅團體都嚟啦。特別好多嘅盂蘭勝會咧都會過嚟支持啦咁樣。咁但係你會睇到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嘅參與嘅人咧，唔再係局限於就係即係潮州人。你會見到就係地區嘅人士啦、官員啦等等啦，甚至佢哋嘅龍獅咧都有，唔單止淨係淨係佢哋自己請嘅即係獅隊啦。另外更加有一啲嘅，譬如我見到就有即係萬宜灣嘅，即係萬宜灣嘅即係麒麟啦，佢哋都會咧嚟嗰個嘅即係嚟賀依次嘅典禮嘅咁樣。咁呢啲就比較禮節性啦即係你會見到揭幕儀式咁樣。咁呢個亦係某程度上你會睇到即係喺佢哋嘅構思裏邊咧，一方面佢哋兼顧嗰個嘅宗教儀式喺夜晚裏邊進行咗啦，宗教儀式。另一方面去聯繫嗰個嘅社區裏邊咧，佢哋亦擺咗好多嘅心思落去咁所以佢哋又有即係潮州戲啦，佢哋會做啲例戲啦，有潮州
即係嘅大鑼鼓啦咁樣。咁而佢哋亦即係將嗰個嘅正式有個塑像出咗嚟啦，個神像出嚟啦，就係咧用咗關帝嘅模樣。咁而佢哋亦即係將嗰個嘅即係關大德咧，即係嗰個嘅神靈啊，即係追認翻咧，其實原身呢個本身就係一個嘅關帝嚟嘅啊，佢供奉嘅係關帝，只不過佢係用嗰個嘅級別啊，就係元帥級，其實就標榜翻佢哋嗰個嘅功績嘅啫啊，大德係一個敬語啊咁樣。咁嗱，頭先我哋會講咗好多就係佢哋嘅傳統啦，咁特別我哋會見到嗰個嘅即係關大德嘅信仰咧，其實喺香港裏邊咧其實冇嘅，你會見到淨係得西貢嘅即係潮州人，佢哋會喺嗰個盂蘭勝會裏邊咧去請出嚟嘅啫。咁但係其實呢樣嘢你會睇到就係嗰個信仰嗰個嘅傳承方面咧，你會睇到佢各有各嘅地區嘅演繹，所以你會睇到就話喺呢個地區裏邊，佢用呢個名稱；去到第二個地區裏邊，佢會有佢嘅傳統去命名。咁而我哋會睇到特別嗰個嘅西貢區嘅潮州嘅盂蘭勝會，我哋會睇到嗰個嘅發展，哇！好似都幾發展得幾嗰個嘅唔錯喎，比較起其他嘅市區嚟講。咁其中嚟講，我哋會睇到一啲嘅狀態就係喺。即係我哋講創新，未必係講緊一啲嘅即係石破天驚嘅發明或者一啲嘅實踐，而係你會見到用咗多一啲嘅現代化嘅管理模式去睇。咁其中嚟講，我見而家嘅盂蘭勝會裏邊其中比較普遍嘅方式咧，就係話佢哋會唔再由一啲嘅社團組織啦，或者佢冇登記嘅組織，然後慢慢轉型咗成為一啲嘅慈善團體組織。嗱，呢個其實係一個幾大嘅一個轉變嚟嘅，因為過去嚟講，我哋講盂蘭勝會每年搞一次我哋都係比較臨時性，或者係嗰個嘅處理嘅問題，只係可能幾個月嘅一個嘅活動嚟嘅啫，由籌辦到實施係咪啊？都係嗰幾日。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候咧，佢哋唔會有好有系統地咧去成立一啲嘅機構團體嘅。咁但係近年啦，佢哋知道咗其實唔單止淨係講緊西貢盂蘭勝會，仲有好多嘅地區嘅盂蘭勝會咧，為咗能夠更加有公信力，俾佢哋知道我哋做呢樣嘢。唔單止淨係我哋講緊祭幽嘅問題，更加我哋有一啲嘅社會嘅慈善嘅功能，我哋派米等等。另外平時亦會有一啲嘅社會嘅服務。咁呢啲嘅資源，我哋點樣去俾人哋透明咧？就透過去做一啲嘅受到政府監察嘅一啲嘅團體啦，就係慈善團體。咁所以其實喺我哋講緊即係西貢區嘅盂蘭勝會咧，其實喺15年嗰時候咧，就已經申請成為咗慈善組織咁樣。咁你會睇到即係喺而家嚟講，由我哋睇翻個數據啦，2014年嗰時候咧，其實只有13個嘅盂蘭勝會嘅組織咧係申請做慈善組織嘅啫。但係去2021年嗰時咧，已經差唔多有20個組織咧，盂蘭會咧成為咗個慈善組織。咁另外就係話嗰個嘅選總理咧，亦係一個嘅既傳統嘅新穎嘅形式咧去處理。咁我覺得幾特別嘅就係咧，佢哋以前嚟講咧，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做選總理咧，我哋會叫集杯選總理兩勝一保咁樣就去就可以。邊個擲得最多，咁就可以做嗰個嘅即係總理。咁但係咧，佢哋咧喺2019年嗰時候咧，有個我覺得幾新穎嘅一個嘅做法啦，就係佢嘗試咧一次過咧係擲咗2個嘅總理出嚟，一個係2020年，一個係2021年嘅。咁2021年嗰個咧就要喺2020年做盂蘭嗰陣時候咧，佢要全力地咧去跟進嗰個嘅盂蘭統籌嘅工作。點解要咁做咧？因為佢即係想嗰個經驗知識嘅傳承啊。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搞啲統籌嘅活動裏邊咧，好多時都係靠經驗嘅累積，好難話寫本手冊出嚟叫做盂蘭總理手冊，冇可能噶嘛。咁所以透過身體力行嘅參與，先能夠最能夠吸收到嗰啲嘅經驗。咁所以佢哋咧用一個既係傳統，亦係一個嘅即係現代化嘅一個嘅模式去處理咗呢一個嘅問題。咁亦係令到希望咧能夠佢哋個經驗咧可以由老一輩裏邊慢慢俾後生嗰輩咧去接手。咁呢個亦係我覺得係一個幾大嘅一個嘅突破啦。咁另外其實
另外我都會見到西貢區嘅盂蘭聖會咧，都會好積極地參與一啲嘅外邊嘅一啲嘅活動，特別我哋會參與嗰個盂蘭文化節嘅一個活動。咁好多嘅盂蘭會我哋都會睇到佢哋都會做一啲嘅地區性嘅一啲嘅慈善嘅活動啦，或者派米啊，或者派口罩都有嘅咁樣。咁但係咧而家即係近年，因為嗰個嘅即係盂蘭潮州人盂蘭聖會成為咗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後咧，慢慢即係地區咧就特別我哋講緊新圍嘅機構咧，潮屬社團總會咧，佢哋喺2015年咧就舉辦咗嗰個嘅盂蘭文化節。咁而呢個盂蘭文化節咧，最主要就係做一啲嘅推廣嗰個嘅盂蘭聖會嘅文化嘅一啲嘅工作啦，咁樣。咁其中嚟講咧，佢哋係會有做一啲嘅，即係其中一個幾得意嘅一個活動，就係佢哋做一個叫搶菇競賽嘅活動啊，作為佢哋成個嘅文化節嘅一個主題嘅項目，就係想將一啲嘅潮汕嘅搶菇嘅文化變成一個嘅競技嘅一個嘅活動啊，咁樣。咁呢個嘅活動咧就目的咧就係希望咧吸引多啲人去參與。咁過去嚟講咧，就西貢區嘅盂蘭聖會咧，佢哋每年咧其實都有派人咧去即係參與嘅啊，咁樣。咁啊成績都相當之唔錯嘅啊，咁樣。咁啊攞過即係好幾次嘅冠軍啦，咁樣。咁而某程度上，我哋就可以睇到就話呢一啲嘅即係參與嘅情況裏邊咧，其實你會睇到啦，即係盂蘭會嗰個性質唔再係單純地淨係搞盂蘭，每年搞盂蘭，佢哋都會參與社區嘅服務，甚至佢哋會用佢自己嘅身份嘅代表參與一啲嘅地區性嘅一啲嘅推廣活動。舉例就好似個盂蘭文化節咁樣。咁另外，我覺得更加特別嘅咧就係咧，佢哋唔單止淨係即係西貢嘅潮州人咧，佢哋唔單止淨係講緊係做一啲嘅對外嘅一啲宣傳，甚至佢哋想將潮州嘅文化咧去散落個社區嗰度。咁所以佢哋喺即係依個都幾特別嘅，就係一個嘅西貢潮汕嘅文藝節啊。咁啊，依個咧就喺即係喺2018年嗰陣時候咧，即係舉行嘅。咁啊大家就會諗就係咪就都係純粹地去介紹翻西貢區嘅盂蘭嘅歷史咧，或者講翻佢哋潮州人嘅發展歷史？佢有依部分嘅，佢依度有嘅，但係更多咧，你會見到佢擺咗好多心思咧喺推廣嗰個嘅潮州嘅文化上邊啊。特別啦，你會見到舉例啦，佢哋其中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哋會搞一個嘅文化巡遊。咁就係遊走咧成個西貢市中心嘅地方。咁呢個市中心嘅地方裏邊，咁佢哋會有唔同嘅隊伍即係會出巡啦咁樣。咁而當中裏邊有好多係帶有咗好有潮州嘅文化嘅一啲嘅東西咧擺咗落去嘅。舉例譬如話潮州嘅英歌舞啦，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啦。咁如果冇睇過，大家有興趣嘅話咧，每年嘅農曆即係3月23號，即係嗰個嘅元朗嘅天后誕咧，其實嗰個嘅佢哋都會有嗰個英歌隊嘅巡遊表演嘅啊，咁啊非常之精彩。咁啊而當日裏邊咧即係嗰個嘅文藝節裏邊咧，佢特別咧就邀請咗嗰個嘅英歌隊咧打頭陣啦啊！咁另外咧，亦有一啲嘅其他具有即係潮州特色嘅一啲嘅即係隊伍出現啦，有花籃隊啦啊咁樣。咁另外亦有舞獅隊啊、彩旗隊，另外亦有好有潮州嘅特色嘅潮州大鑼鼓啊咁樣，標旗隊啊咁樣。咁另外佢哋亦特別咧有加插咗去即係推廣嗰個嘅盂蘭文化節。咁佢哋自己亦有一個嘅搶菇隊啊，就做嗰個嘅即係巡遊嘅咁樣。咁啊另外啦，佢亦就將一啲嘅本身嘅潮州嘅一啲文化啊，請老爺嘅隊伍咧加入埋落去，咁喺沿途咧做一啲嘅表演啊咁樣。咁呢個亦係非常之即係非常之盛大啊！嗰陣時候，你諗下個隊伍有
哇差唔多成過百人去做巡遊咁樣。某程度上，即係你會睇到就係當時候嘅一啲嘅反應就係我仲記得就係話哇嗰啲嘅即係好多，因為當地主要係客家嘅村落啦。咁其實喂喺嗰陣時候裏邊咧，我哋唔會見到所謂一啲嘅客家嘅文化節，但係我哋反而會見到一班屬於少數嘅一啲嘅潮州人，佢哋憑住佢哋自己嘅凝聚力，佢哋去做到一個文藝節。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即係一個嘅我覺得幾大嘅一個特別嘅地方咯，同埋佢能夠喺過程裏邊咧去做一啲嘅推廣啊，佢唔係純粹地去講佢哋自己歷史點樣威威，而係佢哋會更多咧喺文化層面上邊咧去做一啲嘅展示。舉例啦，譬如話佢哋其中一啲嘅展覽裏邊，佢哋就會講一啲嘅潮劇嘅文化，係嘛？咁當然裏邊亦有一啲嘅西貢嘅即係潮州人嘅一啲嘅歷史啦咁樣。咁而裏邊更加有一啲嘅攤位啦，有一啲嘅即係舞台活動啦等等啦咁樣，咁你會見到佢哋嗰個嘅活動咧相當之盛大，不過唯一一個就中間裏邊有落雨啊咁樣，咁但係咧因為嗰陣時啱啱我仲記得係即係星期日嘅關係咧，好多遊人啊好多旅客嚟啦，變咗佢哋就玩得好開心㗎，我仲記得好開心。咁呢個亦可以見證到就話西貢嘅潮州人喺即係嘅喺西貢嘅發展裏邊咧，其實佢哋唔單止雖然係屬於一個少數嘅群體，到而家都係，但係佢哋某程度上，佢哋透過一啲嘅祭祀活動啦、宗教嘅活動啦、一啲嘅文化推廣活動咧，去確立佢身份。而最特別就係你會睇到就係佢哋會用嗰個嘅即係廟宇嘅即係修建廟宇嘅一啲嘅落成，去彰顯佢哋嘅西貢潮州人嗰個嘅即係實力啊，我嘅實力出嚟。咁最後我就想分享就係即係依幅圖啦。咁依幅圖係2014年嘅，我唔知有冇印象啦。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個好即係好 amazing 嘅，就係咧嗰盂蘭盛會裏邊通常有競投環節㗎嘛。咁其中嚟講，點解突然間有架車喺度咧咁樣？咁就係喺個競投環節裏邊，佢原來佢哋有個即係有個遊戲啊，就喺度買嗰啲飛啊，即係買得飛多買嗰啲飛，跟住飛之後咧就抽獎，睇邊個抽中咗咧就可以有依架車去揸走咁樣。咁即係嗱，你會見到啦，即係喺一個佢都係做緊一啲好傳統嘅一啲競投活動，但喺傳統嘅競投活動裏邊咧，其實即係有陣時都可以用一啲嘅心思，用一啲嘅創意咧，去吸睛我哋啊，吸引人哋嘅關注。而我覺得喺嗰個嘅傳承或者喺個創新裏邊，其實我哋唔係一定話一定要100% 嘅創新，而係好多時候透過我哋西貢潮州人嘅我嘅分享裏邊，希望俾大家去了解到係佢哋係從一個嘅傳統嗰個嘅土壤裏邊去加以深化，然後轉化成一啲嘅創意嘅點子，咁去做一啲嘅推廣咁樣。咁亦希望俾大家多啲去了解一下其實好多嘅新界嘅地區裏邊，其實都有唔同嘅族群，唔同族群裏邊佢哋自己都有佢嘅文化特色，同埋佢哋都有佢哋嘅特別嘅地方。咁希望大家咧透過今次分享裏邊咧，可以俾大家有一啲嘅多一個嘅角度去了解潮州人嘅文化，好嘛？我嘅時間唔好意思，我嘅時間到呢度啦，好多謝晒大家。